Nano 嘅動態只係得一張相，不如話佢會準備文案先至奇啊。鋪出嚟嘅相一啲技術都冇。Taki 認得呢個地方唔係常去嘅地方，但都有啲回憶嘅。Nano 呢隻嘢一朝早喺度 send 咩啊？ Taki 本身喺評論度打嗰啲字，但又一口氣刪晒。唉，算啦。第二次刷新就出現咗下邊嘅一個評論，我哋嘅 Ano Tokyo 話 Nano 居然咁早起身仲發動態，哇！影相影得好好，日出好靚，日出。Nano 你睇緊咩日出啊？Taki 撳咗入去我哋嘅 Ano Tokyo 主頁，Ano 都成晚冇瞓喎，但係好開心啊！去睇咯，like 咗一下，但 Taki 諗咗一諗，又取消咗啦。佢繼續向下滑。Tomori 尋日都更新咗，佢嘅美麗藏喺枯萎之下，不愧係 Tomori。Taki 撳入去 Tomori 嘅主頁，佢有幾日冇睇 SNS 啦。不過 Tomori 更新嘅頻率都唔係好高，再碌落去會睇到一啲之前參加線下活動嘅圖。Taki 之前去過登嘅簽售會，不過最近活動佢都唔係好清楚。Taki 開始喺度睇大家嘅主頁，冇咩目的嘅，只係放空大腦隨便睇下。Tomori 嘅主頁仲有一啲佢新創作嘅小詩同繪畫，仲有粉絲寄俾佢嘅每一件禮物同對每封信嘅回應。Tomori 好有心啊，我都想 follow 佢啊。佢點咗入去 Soyo 嘅主頁，第一條係一個機場登機前嘅相，係出差啊定係回程呢？繼續向下碌，係異地美食美景，即係返緊嚟啦。基本上每個人嘅每則動態都會有 Ano 嘅評論，於是乎佢又忍唔住撳咗入去。Taki 發現首頁轉發中有佢識嘅人，三角初畫，一切都係三角初畫嘅陰謀，笑。於是佢順住又點咗入去 Umiri 嘅主頁，最新一條係凌晨嘅 Live House。喺 Mujika 之外 ，Umiri 依然係保持住偶然去其他樂隊，由海寧嗰度去揾到幾個高中關係都算唔錯嘅朋友同學，發現其中一個同學又係自己大學同學識嘅人喎，就咁漫無目的咁周圍望，發覺原來自己識好多人，呢啲人又互相認識，形成咗一個龐大而交錯嘅交際圈。之前都完全冇留意過。亦都冇感興趣過，不知不覺已經過咗一個朝早。如果喺平時，如果佢咁冇動力，一朝早淨係睇手機，一定會令 Taki 崩潰。但係今日佢咩都唔想做。如果結局早已注定，咁之前所做嘅一切有咩意義呢？佢真係好攰啦，而家咁樣停咗落嚟，之前一直無視嘅疲倦全部追翻晒上嚟，定係因為自己從來冇仔細去了解過身邊嘅人同事？事到如今先開始後悔呢？呢啲念頭只係順住潛意識嘅激流慢慢流過，唔經唔覺又睇到 Ano 嘅錄影，係佢上次講小説嗰個直播咗成2個鐘，有一則視頻吸引咗 Taki 嘅注意。由封面可以睇得出係一個好耐以前嘅訪談，下邊嘅標題列住訪談對象只可以活14週嘅事實。係咪 Tuesday with Morrie 咋？我識嗰本書喎，我難得地有睇書。相似嘅境遇令 Taki 喐咗手指就脫離咗屬人嘅圈，點入咗呢場喺時間同空間上都同自己相隔甚遠嘅錄像。據說係患咗某種不治之症嘅有名教授，身着得體西服，泰然自若咁樣坐喺張凳度，同主持人談論愛、死亡同生活。視頻嘅音質好差，其實 Taki 都係聽啲唔聽啲。但佢覺得佢哋之間嘅談話非常之隨意跳脫，彷彿就好似只係餐後嘅一次閒聊。主持人稱讚教授氣色好好，教授只係笑咗一笑。艾米爾，你知道嘛？每個人都會咁樣同我講，但我清楚我嘅狀態，我甚至要人幫我擦囉柚，但我化妝、着靚，然後上電視，咁樣成個紐約都會同我講：哇，
佢氣色真係好，佢係我見過氣色最好嘅將死之人，真係好幽默教授。下一個問題可能有啲冒犯，講得艾米麗，即係 Emily。講得 Emily， 如果我介意嘅話，最開始就唔會嚟呢個演播室。多謝你嘅理解。我相信世界上有唔少境遇相同嘅人，但恐怕絕大多數嘅人都唔會有你臉上嘅啲笑容。到底點樣做先至可以擁有呢種心態呢？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死，但係冇人願意真正相信。佢哋總覺得呢件事太過遙遠，遠到唔夠現實。我亦都知道自己要死，只不過被逼相信咗啫。被逼相信嘅嗰一日，我只有一個念頭，我就咁樣虛度剩低嘅時光，等住去天堂見我親愛嘅蘇菲亞嗎？但後嚟我又諗，我口袋入邊仲有個終身成就獎。終身呢個字，差咁2日就唔符合詞義啦。既然我係一個教授，咁我不如將死亡當做最後嘅一門課，唔係幾好咩？所以我開始喺屋企同學生上課。我重新認識咗好多以前嘅學生，我同佢討論死亡、恐懼、慾望、自憐、原諒、人生，然後發現直到70歲我都冇學識過如何生活。但而家學識咗點樣去死。我要安詳、體面、寧靜咁，直到最後一刻先死。一旦學識咗點樣去死，你先至會學識點樣去活。所以我而家係個大忙人，比退休之前仲忙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忙。講真 ，Emily， 下次再想揾我出門嘅時候，可能你都要打俾我秘書啦。但係已經冇下一次訪談。視頻嘅最後信息表明，呢個風趣嘅老教授喺2個禮拜後就死咗。